近日講齊國史，田氏代齊嘅上集。公元前672年，陳國公子元因國內內亂，逃到齊國避禍，被齊桓公封為公正，並改姓田氏。呢個就係田氏喺齊國嘅起源。起初，齊氏只係不起眼嘅卿族，直到田元四世孫田桓子時，開始逐鹿到局。佢聯合鮑氏等家族，消滅咗專權嘅卿氏，後有消滅欒氏、高氏，慢慢滲透權力中心。更關鍵嘅係，田氏用大豆借出、小豆收回嘅辦法收買人心。齊景公雖有察覺，但未能阻止。晏子亦都預言齊國政權終將歸於田氏。自此，齊氏逐漸壯大，姜齊公室日漸衰微。一場長達數百年嘅權力更替，亦拉開序幕。